早排，市場研究機構 Statista 發布咗關於新加坡電商市場嘅電商流量數據。數據指出，截至2025年3月，東南亞電商巨頭 Shopee 以每月約1220萬次訪問量，成功登上新加坡市場訪問量最高嘅電商零售平台，遠遠拋離拉沙達嘅700萬次同 Express 嘅500萬次。其實 Shopee 雖然業務覆蓋成個東南亞，但同新加坡市場嘅關係明顯更加密切。具體嚟講 ，Shopee 母公司係東海集團。呢間集團嘅創辦人李小東喺中國天津出世，後來去新加坡創業。2015年成立東海，將總部設喺新加坡。雖然新加坡電商市場規模唔及印尼、越南嘅體量，但作為東南亞嘅金融中心同國際貿易中轉站，一直企喺東南亞電商技術變革嘅最前線。研究機構 GlobalData 發布嘅一份報告指出，過去4年，新加坡電商市場規模不斷擴大，複合年增長率為 25.3%。2023年時，呢個市場嘅規模達到212億新加坡元，約合158億美元。到咗2024年，新加坡電商市場仲繼續壯大，估計其電商銷售額增長咗 11.7%。對此 ，GlobalData 嘅分析師 Shivani Gupta 表示，新加坡電商市場嘅加速增長得益於呢個城市國家強大嘅技術基礎設施，確保咗高速互聯網嘅可用性，同埋大量精通技術嘅客戶。喺呢種情況下， Shopee 選擇將新加坡作為電商業務發展嘅大本營都係情理之中。喺新加坡 ，Shopee 唔單止可以借助其先進嘅技術基礎設施同龐大嘅技術型客戶群體，快速拓展業務，提升用戶體驗，仲可以憑藉其作為金融中心同國際貿易中轉站嘅地位，更輕鬆咁同全球供應商建立合作關係，實現跨境電商業務嘅高效發展。值得一提嘅係 ，Shopee 嘅快速發展亦為新加坡經濟注入咗強勁動力。有數據指出，據估計，CA 集團包括 Shopee 對新加坡數字經濟貢獻率逐年上升，2022年約佔新加坡科技行業總值嘅 12%。此外 ，Shopee 平台為新加坡中小企業提供咗低成本嘅跨境銷售渠道，幫助本地品牌更高效咁進入東南亞市場。2023年數據顯示，超過50%嘅新加坡中小賣家通過 Shopee 拓展咗海外業務。Shopee 已經穩居市場領先地位，業務版圖覆蓋新加坡同成個東南亞地區。鮮明率嘅數據就指出，2025年3月份，印尼、越、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喺東南亞6大主要電商市場中，當月訪問量、桌面移動端最多嘅電商平台都係 Shopee， 並且訪問量基本都係第2名嘅3至10倍，龍頭地位穩固。值得一提嘅係，即使走出東南亞舒適圈， Shopee 一樣可以搞風搞雨。拉丁美洲企業投資銀行 ITABA 發布嘅關於 Shopee 巴西公司嘅研究報告就顯示，2024年 Shopee 喺巴西嘅銷售額實現翻倍增長，達到約600億雷亞爾，約合103億美元，係亞馬遜收入嘅2倍，美克多嘅40%，僅限巴西市場。不過，做生意唔可能一帆風順，喺發展過程中 ，Shopee 亦面臨好多挑戰，一係競爭壓力。Shopee 喺東南亞嘅市場份額已由2018年嘅40%跌到而家30%左右。TikTok 電商喺東南亞份額大約1成半，預計到2025年會升到2成。喺部分市場，呢種競爭仲要更加激烈。市場研究機構 Metric BN 提供嘅數據指出，2025年第一季度 TikTok Shop 越南站點嘅銷售額同比增長近 113.8%， 所佔市場份額亦由上年同期嘅2成3提升到3成5。相比之下 ，Shopee 嗰季度嘅銷售額雖然都增長咗2成9.3%，但市場份額就由6成8跌到6成2，而係成本壓力。雖然 Shopee 母公司 CA 集團喺2023年實現咗自上市以來首次全年盈利，但想喺客單價低、物流運輸吃力嘅東南亞持續保持盈利勢頭並唔容易。為此 ，Shopee 不諗辦法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之前 Shopee 官方就出公告話，今年4月起要上調平台佣金費率，多數類目鏈金由原本嘅3%至6%提升到4%至7%，並新增部分服務類目收費。之前免佣嘅 FS 免運活動同 CCB 翻譯活動開始收取0.5%至1%嘅附加費。雖然平台解釋話調價係為咗持續優化基礎設施同服務，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東南亞競爭白熱化，平台營運成本攀升先係主因。總而言之，雖然 Shopee 嘅霸主地位睇落穩固，但隨住 TikTok Shop 等新興平台強勢崛起，其市場份額正面臨嚴峻考驗。未來呢場電商領域嘅博弈或者會重塑成個東南亞市場嘅競爭格局。訂閱 Italy 外貿電商研究院，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鍾意我哋嘅話，點個 like 啦！